冇錯，佢就係型仔張立基，49歲，仲好唱得，好跳得啊！90年代憑一首《Electric Girl》走紅嘅張立基，去年2度遇到人生不快事，經歷喪母同未婚妻 Fiona 流產。今年原定嘅歌唱油泡湯，心情跌落谷底。佢收拾心情，再戰樂壇，仲話自己一直有 keep fit， 依家仲唱得跳得㗎。想做一個 Electric Girl 嘅延續，即係 Electric Girl 嘅延續。咁但係我哋又想做一個全新嘅另外一個版本嘅快歌。咁可能會出現有兩個，即係兩個版本嘅嘢。之後我抽到一段嘅比較為熟悉啲，我仲可以跳動可以唱嘅情況之下，再做一啲嘢嚇。因為嗰陣時我減到127磅，我基本上就冇晒脂肪，即係一個好即係比較 fit 嘅人。好似頭先你見到我大家着背心，我就其實都唔大隻，啲肉幾大隻，係啊，睇翻面瘦嘅啫嘛。未梗係註冊啦，又俾你哋知，所以我唔做呢啲。我喺香港我唔會教呢啲。女人咧係不斷咁要求，不斷咁要你去就佢。咁但係男人咧就好隨便咯，求其啲嘅。男人係要有翻啲男人嘅嘢。